開始 CT 嘅掃描，成個流程咧大約1分鐘左右啊，非常之快啊！今次照 CT 嘅服務咧，令我更加清楚自己嘅牙齒問題啊！日後咧就會令到我更加知道咧點樣去保護我嘅牙齒，點樣先可以清潔咧更加乾淨啊！洗牙前咧會有一份聲明俾你睇啦，咁簽好咗之後咧，醫生咧亦都會好詳細咁講解同埋分析咧牙齒嘅狀況。咁之後咧，最後咧就建議我咧只需要做咧人民幣180蚊洗牙嘅服務就可以啦。咁唔會咧特別再推銷我做一啲咧較貴嘅服務啊。咁整個洗牙嘅感覺咧，醫生嘅技術都好好啊，同埋非常之細心啊。洗牙嘅時候咧唔會好似我以前嗰種經歷咁啊，整到我好痛。每個口腔嘅動作之前咧都會細心咁提示一下我，令到我嘅感覺咧非常之放心啊！職員咧都有同我分享啊，植牙、箍牙同埋美白牙貼咧都係比較受香港人歡迎嘅。部分嘅服務咧仲會提供有成10年嘅保養服務㗎。有興趣嘅朋友咧可以向佢哋查詢一下。